乡亲早早，欢迎收看今日4月2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交通部新的部长王国材昨昏上任，伊是表示，头一项进步就是要改革代替，伊嘛向代替工会发话，讲改革袂去影响员工的权益。经济院长苏贞昌嘛同意王国材规划，互现任的代替副局长杜比接代替的局长。 市区交通部长的职务，林佳龙面色真轻松。致辞时强调，已将交通政策重担交予新任交通部长王国材。正式接掌交通部王国材上台致辞，马上宣布8大目标，其中主要目标就是落实代替改革，确保行车安全。这个改革一定是3赢呐，一个是乘客赢，一个是台铁本身赢，一个是员工赢。员工不会在改革中 少了一点点他的福利或应有的待遇哈，也是我们对社会大众的一个承诺啊。改革让他有基本安全这件事情。王国材对代替工会发会强调改革未影响员工福利，代替企业工会甲代替产业工会也表态赞成代替改革。啊，毋过公司化免凊彩赶，爱慢慢来。 先喊公司化是先射箭再画靶啦，先把自己的体制调整好，然后同步把财务改善好，我们再来做一个决定，这个我们才能接受。设备材料或者是人力部分，或是安全的这个部分的问题，其实都一直没有受到重视，应该要拉到行政院层级去做这样子的监管小组长期的稽核，才能够解决这些事情。 3个月无人代替局长的职务，行政长苏贞昌同意交通部长王国材规划，由现任代替副局长杜维接任。杜维是成功大学交通管理科学系学士，台湾大学政治系硕士，伫代替长期负责多道业务运务、营运安全、劳工安全加客户服务，也配合新任交通部政务处长何尚林的轨道工程专业，共同担起代替体制改善的重任。记者综合报道。 嘛是上新的消息来关心美国非洲的查甫人弗洛伊德和警察逮暗棍死亡这个案件判决出来呀。警察小文红指控谋杀罪，也有过失杀人罪，拢判有罪。听到警察小文红指控的罪名全部拢有罪时，大批伫弗洛伊德广场的民众是拍扑啊欢呼。弗洛伊德的律师是表示讲，这项判决是民权时代的胜利。 弗洛伊德这个案是审理3礼拜，包括有帮过路人翕到影片，也搁有商店内底监视画面的影片。警察小文伫咧法庭听判决了后，搁互继续收押。伊即马上当会互判40天的有期徒刑。 镜头等下国内，咱来关心咱国内昨昏有新增加2例确定病例，拢是咱国内航空公司货机的机师，目前也在找找因的感染源。另外，还有一个60岁的查甫人，自 AG2放射了后，过16天，身体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敢是甲自2放射有关系？今日专家会召开会议做讨论。 国内新冠肺炎，各增加2个确诊病例，2个人拢是国籍航空的货机技师。暗号1078是台湾籍50多岁的男性，暗号1079是60多岁的男性。2个人伫4月14，甲另外一个机组员同齐执勤飞去美国，16转来台湾了后做3天的居家检疫。2个人因为爱出勤，所以公司安排因做采检，才发现2个人是阳性确诊。案1078是在4月18号出现喉咙痒。 按1079在4月17日出现喉咙痒、全身酸痛症状，有关它到底是境外或是哪一个先感染，目前都需要厘清哦。指挥中心表示，这2个技师发病进前14天，除了派飞的工课、甲居家检疫以外，其他的时间嘛有伫咧过来活动，因为安尼嘛袂当完全排除是本土感染。不过这2个人上尾一届派飞完成了后，就无搁入去社区。17、18、19都是在居检。 所以他第3天就是19号的时候去采检，那当天早上去采检，晚上知道结果，所以他都没有出社区。根据统计，目前已经有378个国籍航空机组员有注新冠疫苗头一档。有一间航空公司按算5月31进前就会拢资料，也若公费疫苗的部分，目前累计有3340404个人已经注啊，而且新增加4件不良事件的通报，其中1件疑似严重不良的事件是注了后第16天出现症状。这一位是60几岁的男性哦，他在接种后的第16天哦，出现呼吸道的症状，那后有出疹、呼吸喘。
那初步诊断是怀疑是这个疑似的血管炎跟间质性的肺炎。指挥中心表示，这个症状无啥像是疫苗可能会引起脱血管的情形，或者是格林巴利症候群。拜三也就是21的时阵，会召开专家会议，讨论这个患者的症状甲注疫苗敢是有关系。若1万剂自费的疫苗，到19尾仔为止，30已经病院注本的人数是3802个人。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日到拜五西半部拢是好天，到济云，咱来看云图。今日伫北部的山区，抑个过道了后，中南部的山区会落地渐雨。另外，风台疏离机要挖进咱台湾，伫东半部会受风台挖进的影响，水气就会变高，会落局部地渐雨。若明仔后日雨会变个较粗。温度的方面，今日各地早暗低温是20度至22度，东半部高温大约是27度，伫西半部高温有32度，天气较烧热。空气的部分。这两天受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是吹偏东风。伫闪方面的西半部扩散条件会较歹，所以造成西半部空气品质较无好。来关心欠水的问题，中央摒细地找找补充水源，包括中华乌溪的河流水工程，行政院长苏贞昌拢有专工落南去巡视。另外，有民众即马烦恼讲，若准讲继续无落雨，限水措施敢会愈来愈严。苏贞昌是表示讲，目前会先依期安尼无索案的规划。台湾拄着严重的渴旱，连30多年来，一直有泉水问出来所在，嘛规个无水啊。这规港的泉水直接用出来，热天拢会溢出来伫咧路面，叫即马规个拢发臭啊。应该就是对今年迄个热天啊无风台，降雨量无够，就减少咱这个地下水的蓄水量啊。即马欠水，土巴规个大屁屁，甲用过4、5月的时阵，有上万只火金菇伫飞来飞去的情形来比，今年的数量是减9成。欠水真严重的，还佫有苗栗、台中、甲中华等等的地区，目前已经实施用水5天停2天的限水措施。中央积极开发水源，包括中华乌溪河流水的工程，按算上紧5月份，就会当一天送55000吨的水。行政院长苏贞昌特别落南视察施工的情形，不过若是一直拢无落雨，民众烦恼讲限水措施敢会佫有延。很多受限制地区的民众，大家都真的看到水库都快干了，所以都很主动，都很到位，节省下来的水都超过预期，非常感谢，大家也应该肯定。同时，经济部一直用尽心力在找水、调水、节水，做得很好。目前抗旱中心并没有所谓公示停山这样的规划。苏贞昌强调讲，伫讲尾水泡无到位是真罕见的个案，即马已经比2015年靠岸降水的情形进步真济。若做了无好的所在，会由经济部甲水利署等等来做改善。台湾面临着欠水的困境，嘛互水资源的回收受到大家重视。偏后头一个公共污水处理厂向王园水资源回收中心，内政部长徐国勇20亲身去主持通水典礼。澎湖的这污水能够处理好的话，对环境有很大的一个改善。然后我们再把水再回收，对澎湖带水情的使用各方面有更大的注意。在台湾渴旱现象也未解决的情形之下，水资源回收中心一天会当处理680吨的民生垃圾水，按算会当到消透离岛欠水的压力。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来先来看自由时报。山鸟鼠偷草茶，先发就发物件，为着要阻挡这款行为，立法院昨昏3读通过新民法修正案，提高刑度甲罚金。未来山鸟鼠偷草茶上重会判10年半有期徒刑，并可上悬2000万的罚金。来看《澎湖日报》，屏东进前是发生假车祸真绑票的命案。外界即马就呼吁讲，爱赶紧立法阻挡港队这款行为。根据了解，行政院已经完成反群众骚扰法草案的审查，针对港队会判3年有期徒刑，若是搁早假死会改判5年以下有期徒刑。行政院拍算要送去立法院啊，希望立法院会当赶紧完成立法。来看联合报，低润厂南亚科技昨昏宣布讲，因要开3000亿分三期，伫新北市起咱台湾头一座10奈米自主技术低润大厂，今年就要动工，2024年会开始量产。台塑表示，未来这几档会伫新北市投资3680亿，
这嘛是台塑有史以来上大规模的科技事业投资。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即马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也搁咧传。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43亿例，死亡人数有300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2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078例。中国嘅病例有9万多例，伫香港超过11000例，目前伫日本已經超過54萬例。即馬伫全世界疫情上嚴重嘅前3名是美國、印度甲巴西。美國已經超過3200萬例，印度超過1500萬例，伫巴西是超過1400萬例。歐洲嘅國家英國超過440萬例，伫法國是超過540萬例。來關心印度嘅疫情並無樂觀，昨昏通報高市值新增加超過25萬例，有1700人過身。新德里即馬已經封鎖啊，因為醫療體系已經特別放棄啊。印度嘅總理莫迪是呼籲講，愛有更較濟所在封鎖才有法度，嘛宣布5月初一開始，印度嘅大人攏愛去注意封城。目前英國已經甲印度列做紅色嘅名單，英國首相強生嘛已經取消去印度訪問。新德里全面封鎖店家關門，街路無人環境巡邏，因為若無安尼做，醫療體系恐驚會擋袂調。封鎖也是總理莫迪嘅呼籲。कुछ सप्ताह पहले तक स्थितियां संभली हुई थी और फिर ये कोरोना की दूसरी वेव तूफान बनकर आ गई। आज की स्थिति में हमें देश को लॉकडाउन से बचाना है। मैं राज्यों से भी अनुरोध करूंगा कि वो लॉकडाउन को अंतिम विकल्प के रूप में ही इस्तेमाल करें। 莫迪互人批評第2月降價對疫情警戒穩准宗教節慶假競選宣傳，互影世界走攤。新德里封鎖進程，真濟人雄雄公公坐車離開。這個婦人靠家行出病院，伊個小多染疫身亡。這2人冇咧靠，這個家庭因為疫情破碎，救護車載人唔是去病院救治，是帶遺憾離開。रात को 2 बजे तक मेरे को फोन से अच्छी तरह से बात किए, सिर्फ इतना बोले कि मेरे को ऑक्सीजन नहीं मिल रहा। तो मैंने 50 बार इनके कस्टमर को फ़ोन किया, मैंने ये रूम पे फ़ोन किया, सब जगह फ़ोन किया, तो वो बोलते कि हम देख रहे, पेशेंट बोल रहा है हमको कोई देखने को आ रहा नहीं है। 這波疫情情況可能是喺印度發現嘅雙重變種病毒株 B.1.617菌架，印度醫療體系已經到極限，死亡暴增。會總長也有一隊遺體等咧處理。體檢發現醫用上述無夠，呼吸器無夠，醫療人手無夠，病人一直失敗。20通報過去24小時新增加超過25萬確診病例，超過1700人死亡。英國宣布將印度列為旅遊紅色名單，首相強生取消訪問。香港20表示，進前一架為印度新德里飛往香港嘅班機，目前已經發現至少53個乘客確診。公司新聞黃雲玲報道。來關心咱台灣進前嘅邦交國查特，因嘅軍方宣布講，掌權30黨嘅總統德比戰死佇戰場，所以即馬伊嘅後生馬哈馬特接臨時總統。查特軍方是表示講，反對派嘅軍隊4月11對北部發動攻擊，總統帶兵去相戰，結果受重傷，不幸死亡。今年68歲嘅德比是職業軍人，1990年政變成功了後，就換政府掌權較大，是非洲做上久嘅領導人之一。4月11日時，查特有舉行大選，德比是摕到79派選票有選贏。即馬伊死去了後，伊37歲嘅後生馬哈馬特接臨時總統。軍方已經宣布實施宵禁，嘛關邊境。今日國際上，抑有啥物大代誌？甲鄉親咱做伙來看世界。美國將警察小本用卡刀斧逮掉非裔查甫人弗洛伊德，害伊無喘氣死亡。這個案件引起美國人憤怒。這個種族歧視案件，這個警察即馬已經予法院嘅陪審團判伊謀殺罪甲過失殺人罪攏成立。來關心歐盟藥品管理局是表示，美國嘅矯正預防射注射了後會出現脫血路嘅狀況，經過調查可能真正有關係，所以即馬建議講，佇預防射頂頭一定要加警告標示。來看中國最近佇討咧趕外國記者引起爭議，
英国的《金融时报》即马是报讲，互中国赶出去的记者有的是换位刷来咱台湾驻点。《金融时报》即马报讲，中国真正是吃饱换腰，颠倒互国际上看到台湾，嘛增加对咱台湾的支持度。美国下党派的众议员提出台湾国际团结法案，呼吁国际组织爱徛伫咱台湾这边对抗中国。另外，针对美国、日本最近发表联合声明，有讲到台海和平。美国国防部是强调讲，这是要协助台湾维持自我防卫能力。不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批评美国在干涉中国的内政。美国下党派众议员，包括众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主席贝拉甲康斯恒，还有众议院国会台湾连线4个共同主席夏波、康诺里等等，共同提出台湾国际团结法案。这个法案头起生成8月197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758号的决议，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伫联合国组织唯一合法的代表，而且并无涉及台湾。美国反对任何想要改变台湾的倡议。美国政府呼吁国际组织做伙抵抗中国。外交部呢，我们感谢美国的国会议员，他在近年来都不断的采取一系列的友好台湾的作为，他们用具体的行动来展现对于台湾的重视以及台美关系的一个支持。这个法案刷落来会送交众议院审议，法案内底嘛引用国会意见表示，美国政府应该鼓励盟友同伴，反对中共干涉台湾甲邦交国，也有非邦交国之间的关系。议员康诺里讲，这会当确保美国较重要的同伴，也就是台湾会当团结起来做伙，进行美国甲日本峰会联合声明，则强调台海和平甲稳定。美国国防部19讲，会表示协助台湾维持自我防卫能力。Nobody wants to see things come to blows over Taiwan. We remain committed as we have for multiple administrations to aiding Taiwan in its self-defense. 国与国相处，要把平等相待、互尊互信挺在前面。动辄对他国颐指气使、干涉内政，不得人心。批评干涉内政，不得人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日伫普俄论坛发表施行演说，虽然无呛明，不过看起来都是咧针对美国，强调世界都爱公道，唔通压霸，都爱互相尊重。虽然中国最近伫南海真正做军事演习，不过习近平也是强调讲，中国永远无要争得一名，嘛无要武军备竞赛。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对4月7日开始已经咧实施5天有水、2天无水的限水措施。昨早伫台中太平一大溪边，有一个60岁的查甫人渡水死亡，因为身躯无外伤，敢是因为停水走去溪边洗身躯，才会出意外，即马正在调查。水桶内底拢是男性的衫，边也有已经开的洗衫粉，另外还有一块纱文，主人已经无看人影。20早起，警方有接到报案，讲台中太平头板坑溪边的水溪有一个查甫人，防救起来时阵已经无生命迹象。已有那个诚信使者的衣物，还有盥洗用具，不知道是体力不支，还是有任何的因素，我们警方还深入了解。经过警方调查，这个查某人户口伫南投埔里，伫台中生活，无一定的住所，拢是靠脚踏车代步。死亡原因初步排除外力因素。实际中回现场看，这片水溪是较一角人较少，当地钓鱼人讲看起来平静，毋过相当危险。大部分拢是来遮钓鱼的较侪啦，惊是讲是惊伊有青池骨倒去，讲着也是啥。台中目前实施分区供水，甲区的太平停水时间是拜2到拜3的0点，20也是逐礼拜停水的第一天。不过当地里长是讲，这个所在虽然讲伫公线较尾啊，不过下晡水龙头拍开，水压较细以外，拢还有自来水通用。已经是第3届停水，但是第1届、第2届已经拢无减水，是水压较低一丝丝啦，根本拢无减水，拢无减水。里长是讲，当地大部分拢是透天厝，逐户拢有水塔，袂讲完全无水通用。当地家有人无偌济，这个查甫人毋是当地人，是毋是因为欠水去溪仔边洗肠发生意外？警方还阁继续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来关心台铁道路故事故，才发生无偌久。17日时，伫花莲嘅安乡一大边高道，有一台货车掉伫边高道，当时有一台普悠玛列车伫要通过，加载保全有看到，赶紧通报，货车嘛有减速，嘛协助货车挽救，才无出意外。
17下晡2點24分，發現嘅暗響，永興至平交道有一台載囡仔厝流浪嘅貨車要經過，因為傷過懸卡掉咧，貨車就安尼停喺平交道頂懸。當時的保全趕快衝到平交道旁邊，然後大喊火車快來了。那我看貨車司機試圖往前之後，好像沒有辦法往前移動，然後他倒退到柵欄之外之後，那就聽到那個火車要過的聲音。到底保障員是緊急開關90秒一台去，大東嘅培育馬號通過平交道貨車頂懸司機因為接到無線電通知放慢速度，成功阻止這場災難。發生狀況的時候，一定要去按那個鈴，因為按那個鈴就代表說會通報說當時準備要過的火車的那個駕駛，因為這種狀況是比較少，可是又是在分內的工作。事實上，這影響至和平交道頂個月，才有一台大卡車佇這頂懸下去，也是靠這位保全人員才阻止貨車去弄掉。這邊常發生啊！我來碰到好幾次了，那火車就已經快要來了，車子還在那邊，還卡在那個平交道那鐵軌上面。鐵路警察局表示，自從東部鐵路電氣化了後，沿路平交道攏設4.2公尺懸的限關門，不過也受駕駛想要弄過去，已經為監視器通知車主到案，故意違反道交條例，罰998,800。記者綜合報道。鏡頭來高雄嘅輕便鐵路大南環路段通車了後，凱旋路沿線交通嘅號誌亂草草，有民眾付唔到了後就開罰單。有機關即馬統計講，這個路段3個月來就開102張罰單，所以伊是要求交通局愛去了解，去改善。騎歐多擺沿高雄凱旋路這條輕鐵大南環路段行，有民代接到陳情，發現沿路的交通號誌佇行箭頭若倒的時陣，袂當倒彎嘛袂當正彎，就愛沿行青頂倒的時陣才會當倒彎正彎。不過這兩個號誌攏是青色的，互袂少民眾是看了霧煞煞，一個無注意違規，就愛等咧食罰單。之前有些路人騎過去的時候也是啊，就是就會頓一下，然後不知道要不要前進，然後就被後面的人扒喇叭了。有點危險。對啊。因為我上次也是被人家扒喇叭。啊，都唔知會使活啦，袂使活安尼啦，真正敢若無理想啦。要3公里的路段，交通號誌互民眾批評講是看了灰煞煞，因為1月份到3月份已經開出120張的罰單，一張罰600至1,800，袂輸甲民眾當作提款機。那高雄市議員蔡武雄佇質詢交通局的時陣，嘛要求因都要做改善。因為它2個燈號都是綠色的，該路段它設之後，綠燈原綠燈才可以左右轉，那標誌的直線的紅綠燈亮起的是不可以左右轉的，會造成用路人一種混淆。在4月底，其實會把它跟完全要改成一街一樣，就只是會看到箭頭，左右的箭頭。交通局表示，民眾對直行箭頭這個交通號誌要無啥熟悉，是輕鐵大南環路段違規，或者是小 A 車號主要的原因。從1月份到今，已經有5件佇輕鐵小 A 的事件，因為安尼會佇沿線另外安電子扛棒，加強警示。記者綜合報道。地方風上頭，咱鏡頭來新竹縣的古蹟北部朱天宮有180年的歷史，嘛是在地人的信仰中心。去年發現廟史內底有真濟所在，因為時間久啊，結構變形，佫會漏水，所以廟方就決定要進行修復工程。修復一檔了後，即馬已經修復完成。以傳統的客家八音慶祝古蹟修復完成。朱天宮是真濟來到北部佚佗的遊客一定會來的所在，嘛是地方重要的信仰中心。為着這屆的工程，佮邀請專門負責文化資產保存的老師傅，用上傳統的工法進行修復。這個早做的方法，而家遲到就人係冇人窮養啦，嚇，人講啊冇人窮養咧嚇，因為叫他做這樣，佢冇法當，一開始因為叫長水，長水係啲牙。斷牙一天要做片啊，肌肉都有些做了削屑的哈，那個水就灌到這邊來。原因是這樣，原因的但是啊，原因係一天牙錯了做片啊，冇做片水會流，咪削落一邊，啲流水嘅原因是一樣嘅。朱天宮自9年第一檔修復了後，到這站特別挖20檔，佮經過幾擺第一檔，建築內底早就出現結構問題甲漏水狀況。
包含了我们的屋檐的塌陷，然后屋脊的裂开，还有瓦片的损毁，所以就会有一些就是漏水的一个状况。所以呢，这一次我们就针对这些损坏来做一些修复。这一次最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次的修复，我们邀请到8位文化部认证的一个匠师来进行这个修复。新竹县文化局讲，自典宫修复了后，即马北部内底所有的历史古迹建筑，拢已经完成修复的工作，相信对地方的深度旅游甲文化观光会真有帮助。记者周君和新竹报道。这几当有愈来愈侪咱台湾绘本作家出版家己创作的绘本，咱来看一本是手工版画创作出来红仔册，这嘛是高雄市立图书馆今年特别提供奖金，支持咱台湾本土的作家创作出来的作品。你有没有玩过泥巴？有。哦，那阿公的泥巴是这么大坨哎。甲这阵囡仔做伙讲故事，伊是张秀玉，嘛是这本大家做伙来算图的作家。伊互囡仔算黏土，感受做花仔的过程，嘛讲出这本册阿公甲因查某孙的故事。故事内底蛇摇、花仔，佮有祖孙的感情，拢是台湾在地的风景甲人文。有一个县市，它就是为了建设嘛，所以就把窑给拆掉了。那我觉得很可惜啊，所以我就想说，那个蛇窑东西。它其实是可以做成一个观光或一个传统的东西，把它保留下来。我觉得那个是很值得保存的。张秀玉捌做过美术老师，伊拢用版画来创作台湾本土故事。这是伊第5本绘本，唔若讲老师傅的故事，嘛教囡仔做花仔的知识。高雄市立图书馆今年是第1摆奖励台湾作家创作本土绘本，唔但有20万奖金，嘛会协助3位得奖者出版因的作品。里面缺乏的本土的元素，更何况我们台湾本土其实有蛮多的作家，其实他已经是有很多个国际的语言版本。如果我们自己的小朋友、自己的亲子共读能够使用我们的在地的元素的创作绘本，那才是我们真正想要推广绘本的最主要核心。台湾的绘本市场也是以国外知名绘本为主，高雄市立图书馆希望会当支持更较侪台湾本土作家继续创作本土绘本，滋养台湾囡仔的心灵。记者陈嘉文为做高雄报道。代替道路具摆尾这个事故嘛，互大家搁咧关心东部的交通运输，安怎会使互东部人一条安全回乡的路？代替即摆已经宣布讲，因新买的 EMU3轻捷型的列车，比道路具还佫培养嘛，会加4节车厢，速度是同款的，所以6月份开始交车了后，会先投入东部的营运，嘛会使增加市场的量能，先改善东部车票恶拆、买无车票的问题。火车驶过台东关山段，黄紧紧的稻仔田，四周围有山做伴，东部铁路的水就那像一把山水图。代替东部干线换山壁驶，换海岸行，走比公路较紧。台北到台东上紧会当省2点多钟，不过一天才12班列车，所运65000人次。若车帮少，观光客多，拆无票对东部人来讲，早就是事上的代志。阮是生活伫这个所在，其他的来是来佚佗，所有的车帮应该都爱伫个开放订票进程。花莲台东这个在地人买厝呢，才开放予其他的观光客。小心小心！4月初2清明连假头一天，优先予花莲甲台东人订的408次道路9号列车，毋但374位座位卖了了，搁卖120张的客票。自本11点多会到台东，想要到煞伫咧9点28分，要驶入花莲清水磅空的时阵，去弄到工程车，49个人不幸过往，218个人轻重伤。我的小孩的脚整个都断掉，我有试图要把他们拉出来，可是没办法。
因为买无位，郑小姐的后生查某囝甲翁婿只好徛，也拄好徛伫咧损害上严重的车头第8节车厢。罹难的2个囡仔拢是国立体育大学的学生，优秀的原住民青年。他们2个蛮贴心的。他每年都是自己开车的，只有今年他们是坐火车，结果就遇到这个问题。这届罹难的原住民有7位，受伤的51位，以阿美族上多。长期伫咧全台湾唯一一间原住民族学院教册老师认为，政府伫咧催促铁基路双向化，也有对东部经济发展，拢只是口号。总是咱啊看整个历史，我国家对东部的投资，咱拢无看见新的策略，所以人拢爱往西部、北部、南部来发展。公路也是铁路来讲，嘛是发展了足慢的。过去苏花公路一直出事情，台铁真的非常非常少。台铁它选择的路线。再加上用隧道、用桥梁去克服这些问题，所以看起来好像很危险，但是其实真正运行上面来讲，它过去所发生的灾害真的并不多。为了增加东部的运量，台铁伫咧4月11宣布，今年6月买高车的 EMU 3000型城际列车会先导入东部干线，一班车12个车厢，速度甲铁路高号相像，估计运量提升至少40%。不过学者要是强调，积极的风险应变措施要是台铁爱对源头思考的。记者阿明金林玉凯台东华联报道。来关心美食外送平台，即马愈来愈时行，外送员的流动权益嘛哪来哪受重视。有一定外送员即马拍算要做产业工会，未来嘛要推出修法，争取家己的权益。外送员主工会，全国外送产业工会，全国外送产业工会。外送生活抗疫头前大声喊口号，各大美食外送平台外送员20日劳动部头前宣布，要来成立全国外送产业工会，保障外送员的权益。以中彰投熊猫来说，大约平均少1到3成。那 Uber 的话，台北北基大概也少差不多1到3成左右。像我以前有跑过24小时99单，那到现在大概24小时可能连50单可能都不到。工会表示，亲像富片达、中南部都会区的上机车主，2019年是70块，不过2021年刷得到剩74块。Uber Eats 部分北北基地区的平均车主是为2019年的65块到75块，达到2021年的43块到50块。工会表示，平台减薪水外送员有更较侪趁钱压力。对今年3月富片达减薪开始，职业灾害的数量刷提悬3倍。像熊猫，他说我其实鼓励你们慢慢去骑车，但是变相又有系统提醒。说你现在超时1分钟，超时2分钟，超时3分钟，对，去逼迫你变相的叫你骑快一点。我是有听过司机说超时的话，单子会直接被转走，就是直接被系统拉掉这样子。工会指出，真侪外送员出车祸唔敢向平台汇报，因为会烦恼家己的口罩，互平台停权。工会讲，一寡县市有家己的外送自治条例，目前工会短期的目标会以推动这款自治条例为主，未来卖推动全国修法保障外送员，呼吁大家爱来加入工会。针对工会指控，富片达回应调整薪水是为着较远距离的订单有较合理的报酬。富片达强调，因是无甲任何同业有联合的行为。Uber Eats部分伫记者发稿进前，还未得到回应。记者综合报道。有啥毋是读媒体相关科系查某囡仔，伫2014年时成立女子篮球志，因开始伫面册顶头报查某囡仔拍篮球运动故事，因对翕相、写稿、剪带、办活动，拢是规手家己一手包办。下午10点，公司台记台青春咱的网节目要带乡亲来熟悉女子拍篮球，嘛来看这阵查某囡仔。篮球场拼时拼活，对高中3年的选手来讲 ，HBL 高中篮球联赛对因以后的出路是介重要。Double Pump 女子篮球季的冠瑶，定伫比赛现场翕相写稿，希望甲球员的故事写互大家知。就算他们就已经大学毕业，然后打上了可能 WSBL， 你再访问他，他也会
说 HBO 是它最巅峰的时候，因为有电视转播以外，还有形象的包装，还有赞助商等等，可能会有电视台去采访你。可能到了更高层级之后，这些都渐渐的越来越少。无企业赞助的 Double Pump 定爱家己出钱采访。2017年伫印度办的亚洲杯，甚至是现场唯一的台湾媒体。伫创业的过程是真辛苦，嘛捌有放弃的想法。当年嘛是咧想讲，到底要继续安尼做，但是你只要到现场去看这个比赛，看这个球员，伊拢真认真，真打拼，拢无放弃的迄种精神。不管是输偌侪分，还是这场比赛有机会晋级，还是无，团队的迄种精神，就是每一届我看了，拢会感觉足感动的，拢会感觉有迄种动力，搁爱继续搁做。台湾女子篮球的名称真美观。自2011年退役了后，伫台北市立大学带女子篮球队，伊嘛观察到有愈来愈多资源投入。现在的选手当然就是环境相对变好很多，那训练的方式也比以前更科学化，所以我觉得理当在这么好的环境跟训练之下，应该成绩要更好。篮球是台湾上侪人口参与的球类运动，但是甲男子篮球的资源比起来 ，Double Pump 认为女子篮球相对弱势，要安怎对制度改变，扩大女子运动市场是未来爱搁继续思考的。记者罗敏珠、连新维台北报道。来关心台湾文学研究者张良德长期注心于台湾文化领域，伊有一个梦想，伊想要学一本起一个台湾文学公园。顶一日，伊就邀请文学界人士做伙参详这个规划，希望文学界有共识，做伙向政府提出建议。台湾各地头有大大小小文学馆，有以地方、作家人物做主题，也有国家级的台湾文学馆。经历过真理大学台湾文学资料馆画色丰富的张良德教授，提出台湾文学园区的概念，希望以日本山中湖川的文学森林做照镜，打造属于台湾的文学公园。我做梦想中的这个园区啊。简单讲，就是一座公园，让这个平民百姓贩夫走卒都公开的，随时都欢迎来这里玩，来这里散步然后你无意中走进这个资料馆里面，一看台湾有这么多的作家。张良德日前邀请文学界重要人士，包括101岁前一人。评论家李晓峰、作家向阳、台文馆前馆长郑邦定、学者陈万益等人做伙来参详文学园区的规划和可能性。我考虑较侪就是园区设计了，你爱有人力，爱有研究者，爱有收藏，你爱会当推广服务，就是讲你的经营，其实。这是问题。陈万益表示，台湾并无文学园区的经验，伊认为设立了后的经营才是问题。另外，评论家李晓峰嘛建议，大省的提案规模莫伤大，而且园区爱扩大收藏的内容。所以我是建议讲，咱今仔日成一个案，大家做伙联名向中央建议，迄个建议莫伤庞大，用几项。方案，互中央去思考，莫干那限定伫文学、写意的文学，应该是扩大之文史、译文。有告诉这个文学台湾国家。听出正人的意见，整理文学园区的方向，希望梦想不只是梦想。张良德教授所讲的迄个梦想，都毋是讲凊彩讲、黑白讲的。文学园区爱有，这是事实。这个空间爱真大。毋是无所在，是咱有迄个决心无？你若有迄个念，就有迄个力，就有迄个可能性。这场座谈会有40多位台湾知名的文学作家、艺文界人士参与，
未来会成立推动小组，领事共识，进一步向政府建言，5万早一日实现台湾文学园区的计划。记者杨淑晴、张岳水综合报道。来关心自从疫情爆发了后，即马有真侪会议拢改做伫线顶举行。线顶的视讯会议，若是开会时间一久，爱看电脑、爱看耳机，拢会出现疲劳的状况。即马有研究就表示讲，女性受到影响是比男性更较吃力。挂耳机麦克接一通搁一通的视讯电话，疫情爆发以来，远距离办公变作是流行。不过，随着视讯次数增加，长时间真近伫真荧幕，也引起袂少镜头。Quand tout se passe encore une fois derrière un écran ou par meeting Zoom, c'est pas la même chose, ça n'a pas la même saveur. 一寡人伫挂掉电话了后出现视讯会议疲劳。一项最新的研究指出，女性伫视讯会议结束了后，产生疲劳的比例比男性更较悬。逐天的视讯会议时间也是女性比男性较济。长时间落来，对女性恐惊造成负面的影响。若是造成疲劳的原因，除了爱应付网络无稳定、画面无清楚、延迟这个状况。荧光幕大细限制，互手势甲肢体动作才会非语言的资讯减少。双方必须爱更较专心。另外，特写镜头往来放大一寡缺点，也会消磨注意力。People have now integrated video conferencing into their lives, in the way they work, the way they learn, the way they socialize. 为了避免伤接的视讯影响员工的身心健康，华基集团推出礼拜5零视讯，要求每礼拜5的会议改由电话进行。另外，各将5月28定做休假充电日，鼓励员工行出荧幕以外的世界。搭电顺大纸，为薄薄仔的妆。伫日本也因为视讯会议变真接，注意家己的时间变较济，互袂少爱水的男性趁机会好好打扮家己。圧倒的に10代、20代、30代が多かったところに対して40代、50代、60代のビジネスマンが、このリモート会議をきっかけにシェアを増やしてくれる。无想要伪装的人，原来会当使用免费的路径，看起来气色更较好。另外，原来有一寡品牌趁机会推广男用化妆品。伫疫情影响的时阵，抢攻男性爱水的商机。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那伫国是有治疗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恢复健康了后，却出现病尾，讲无法度专心，还佫出现亲像失智的镜头。伫法国，受真侪民众因为疫情造成心理压力，有人无胃口，也佫有人是大食大啉。50岁老维哈已经惯习伫海波顶悬做简单运动来复健。伊去年得到新冠肺炎，好了后就是生活顿恢复正常，想不到4个月了后出现后遗症。Ja, die Symptomatik kam einfach noch mal fast so schlimm wieder wie am Anfang. Und es ist völlig klar, dass man nicht normal funktioniert, nicht normal denken kann, nicht alltagstauglich ist und auch was sehr beeinträchtigend ist, sich selber fremd zu sein in der Lage, in dieser schwachen Position. 哈维拉不止严重疲劳，还有注意力无集中这脑部症状。伊毋是唯一一个有后遗症的患者，伊看病诊所过去1年已经有600多人来求助。Auch spielen hier neurologisch-kognitive Einschränkungen eine ganz entscheidende Rolle. Das geht von Wortfindungsstörungen über Konzentrationsstörungen, aber auch hin zu wirklich dementiellen Veränderungen. 医疗专家指出，求助患者年岁伫18到50岁，因康复了后1到4个月常常真喘，情绪真歹，无法度专心，常常袂记得物件，而且无论进前特别是轻症或者是重症，拢可能出现这问题。原因是啥物？爱国等医学研究，目前患者可能拍拼复健对抗后遗症。伫法国疫情时，特殊饮食失调患者增加。I did 2 hours of sport a day. I started to reduce my portion sizes, and when I saw the number on the scales go down, that made me happy. I even started to cut out certain kinds of food. The lockdown and all the restrictions are stress triggers, source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nd also triggers for eating disorders, which are very linked to anxiety and depression. 法国健视甲贪食症协会就指出，过去1年因的求助电话增加30%。情形已经到危急的程度，呼吁社会关注防疫限制、致出心理压力的状况。根据统计，法国差不多有60名少年人得到饮食失调症，严重可能会死亡。公司新闻7万0编译。再会关心各地头的温度，咱先来看一个北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32度。
东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31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33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悬28度。外岛是17度至27度。感谢乡亲收看《早起新闻》，将亲信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